今日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0年4月13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4篇，士师记第6章36节到40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到2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活路。伫这个沙漠中间，上会抵到人的性命的代志就是担。南加州的天气地形甲犹太地非常的相款。牧师住伫南加州10几年的中间，最大的开销之一就是水钱因为南加州的水，若是对北加州，就是对外州所买来。阮兜呢，无啥用伫即个园食物顶悬的用水，只有用伫生活、个人的清洁，但每一个月的水费拢得爱上1000块的台币。水是真基本生存的需求品，无水几工就会致人的命。士师记第6章36节到40节基甸向上帝求印证，用伫迄个荒漠的即个中间水来做证明，证明上帝是真正赐气力并且固守看顾保守的上帝。基甸对上帝讲：你若真正应允要通过我解救以色列，我会下规领的羊毛伫我国场，敢若搭羊毛有露水，涂骹拢干，我就知要照你的应允，用我来解救以色列。代志果然安尼发生。过日头早，基甸起来，这个捉羊毛，对羊毛捉一碗水甜，会露水出来。基甸佮对上帝讲：恳求你毋通生气，我佮求一遍就好。求你互我佮用羊毛试一遍，这遍只有羊毛干，涂骹拢有露水。因为上帝嘛正安尼讲，羊毛干，涂骹拢是露水。耶稣基督对死搁活，是要将这个救恩来赏赐，这恩典赏赐予所有相信的人。虽然咱拢知有一寡人无相信，所以因的相信是空空的。相信耶稣基督搁活的人就有望啦，因为将会甲耶稣基督来同死，嘛搁有同搁活。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到20节，保罗会互教论述安尼讲着。既然阮所宣扬的是基督已经对死人中搁活，恁中间若有人讲无死人搁活这款代志呢？那无死人搁活，安尼基督就无搁活。那基督无搁活，安尼阮所宣扬的是空空，恁的心嘛是空空。安尼阮就是伫为着上帝做假见证，因为阮见证上帝已经互基督搁活。死人若无搁活，上帝就无互基督搁活。若死人无搁活，基督就无搁活。基督若无搁活，恁的信就无路用，恁就还伫罪恶的中间。安尼也会信基督了后死去的人嘛，拢袂无人。咱信基督的人，若简单伫现世有望，咱所有的人的中间上可怜。毋过现在上帝已经有互基督对死人中搁活，通做已经死去的人搁活的保证。主已经搁活，伫死亡的权柄的中间，搁再来也找袂到伊，因为伊已经赢过死亡的权柄，并且将这个救恩来赏赐予咱所有相信的人。诗篇114篇，以色列出埃及，雅各后代离开话语无亲像无相的人民，
迄时犹大正做伊的圣所，以色列做伊的国度。大海看见就逃走，约旦河倒流，大山亲像羊羔着跳，小山亲像羊仔囝跳来跳去。大山，你是安怎逃走？约旦河啊，你是安怎倒流？大山啊，你是安怎亲像羊羔着跳？小山啊，你是安怎亲像羊仔囝跳来跳去？大地啊，你着见上主的面，着见雅各上帝的面，着皮皮喘。伊互石盘变成做水池，互石岩变成做水泉。感谢主将国外的救恩赏赐予阮，叫阮伫救赎会当国外入永生。求主帮助阮有坚定的信心，领受救恩，靠主得胜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